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搁一摆自招来敬拜咱的主上帝。只是请咱大家备办心，三甲来敬拜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阮，互伊的面照光阮，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，万国中知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罗你，愿列邦学罗你，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。这时，咱大家来吟诗。学罗上帝圣诗第163首，圣诗163首，圣神，听堂圣神，阮欢迎你；听堂圣神，阮欢迎你。用你圣火运行伫阮，打阮放下一切，过将所爱。伸双手，心切切刻慕，听堂圣神，听堂圣神，听堂圣神，欢迎你来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
时请咱有缘徛伫用台湾基督长老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伫圣诗的第15页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。万献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民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正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伊落定十字架死过活。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过好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用伫咱中间赐福回来，互咱伫万百姓的中间，直到主过来。阮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是做伙是上帝百姓的团契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各顶滚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，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。唤醒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，做得赦免。用虔诚、仁爱甲献身的话，荣光上帝。阮是上帝，互人有尊严，在人面中来对第一对安尼人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制度，也有文艺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。总是人有罪，误用这个运势，破坏人、万民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办，互受罪得到自由平等。伊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、欢喜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，启应文第一，启应文第一，伫圣诗的后面999首。对。圣诗的后面第999页吼，启应文第一，也就是生命记第6章。这时请咱三甲来启应。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互恁通照上主，恁列祖的皇帝应允。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恁着全心全情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，这个话着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。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，着写伫厝的门徛。这时，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。听咱阮的天父上帝，万军的耶和华，你是早伫地。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全能的主。只是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敬拜你，恳求圣神，只是甲阮伫地，
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愿上帝的话成做阮的气力，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，嘛成做阮生命的伴照，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，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。主爱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来求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。伫过去的年日，阮检采有侪侪失错，阮毋但得罪人，也得罪主。恳求你帮助阮，用你的慈悲，用你的怜悯，撤销阮一切过失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，因为信来成做称义，互阮会当做一个清气，变若亲像世人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今日伫礼拜中要举行圣餐，愿大家伫这属灵的宴席中，靠着恩典得到灵命的帮助，重新得到向前的动力，甲满满的平安。父上帝，阮看见伫这地面上有充满各种的罪恶、占卜，甲真侪歹代。毋管是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，也是中东的局势，引发的冲突，主啊，求你掌权，互公义会当来得胜，互和平会当早日临到，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。这时，阮嘛要为台湾国家安全、民主来祈祷，特别到的罢免的即个投票，恳求上帝来掌权，看顾甲保守，化解各党派中间的仇恨，互公义来得胜。主啊，阮嘛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，求你亲自赐福来保守，来看顾，求主坚固忠节会友同工。伫服侍教会事工甲职业的工作，会当平衡来行，有圣神感动，会友3000群，互相分享，谦卑学习，行事合宜，得主欢喜，有主的圣神，成做合一的教会。主啊，也恳求你保守、祝福阮众大家身体健康，其中若有身体欠安的，特别是阮社保姐，即次意外滑倒受伤，求你透过医治大能，通过医生的疗养，互伊早日恢复健康，也医治阮正受病痛、痛苦困扰的兄弟姊妹，也恳求你圣神带领阮众兄弟姊妹，毋但只是来参加教会敬爱。更加会互相关怀、分享，实践主的听。阮今早起的敬拜，交托伫你，求你亲自伫阮中间引带阮、保守阮，互阮会当每一个人拢有真好的属灵管握在前，互阮日日成长。伫你面前仰望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妹，这时圣外弟要献诗来带咱学罗上帝。
以上献诗，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。这时，请咱三教来听上帝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新约罗马书12章第9节到21节。罗马人书第12章第9节，听着无假，万分歹，亲近好，听兄弟着相亲爱，敬重人着相推尊，无论温群，毋通变淡，论心志着热热，论主着服侍。伫仰望着欢喜，伫患难着吞忍，伫祈祷着常常。圣徒所欠缺的，就恭敬伊；出外人就致伊好款待因。困着恁的，就甲因祝福，就祝福；无得咒诅。甲欢喜的人，三甲欢喜。甲啼哭的人，三甲啼哭，三款待着同一样的心，心志无得好过，着促进卑微的，无得掠家己做有知识，无得用歹报歹，伫正人的面前。着多无，这个好事，若会通甲正人和，就着尽力甲因和。所听的兄弟啊，无得家己心愿，着忍气较好，因为有记载讲，主讲，心愿在伫我，我要报应伊。若是你对着枵，着互伊食；喙焦，着互伊啉。因为行安尼是将热热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，无得互歹较赢，着用好较赢歹。以上信息，愿上帝祝福帮赞，互咱毋若听，搁去行。下面讲到，今日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圣灵充满的时光。请咱大家来恭敬来听。各位学者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也就是伫耶稣受定迄年的五旬节，上帝授予圣神来互所有军队耶稣的信徒，也同款到伫即马，上帝圣神也伫咱的中间。虽然讲真侪人拢讲长老教会无圣神，长老教会无圣神，甚至有诶长老教会会友嘛拢安尼讲。咱今仔日实际上就来看长老教会哪会无圣神？长老教会哪会无圣神？也是应该讲啊较明确，到底圣神临在是啥物意思？有圣神的基督徒所表现的是啥物？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，咱先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愿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疼痛，保守阮每一日拢通得到主你的听，
充满伫阮的中间。阮伫过去一礼拜，阮有姊妹伫厝里跋倒，阮也有身体欠安的兄弟需要你的医治。阮伫个过来，阮也有阮的姊妹要接受白内障的手术。主啊，阮真正渴慕有你的听显明，阮也恳求主你的圣神每一步带领阮，也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伫阮礼拜的中间，恳求上帝你互阮用谦卑来敬拜，也会当伫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，离开阮的心门，互阮有谦卑的心，愿要听记你的话。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，互阮无论伫圣经信息中间是讲也是听的，拢会当直接对伫主你的话，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圣神的引带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落去遐济，罗马书12章的标题就是伫基督内面的新生活。但是一开始讲到什么？12章第1节讲兄弟啊，当然兄弟姊妹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神的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，心灵的服侍，也是讲较白的，就是圣神有圣神的服侍，有圣神的服侍，就是献家己的身躯做祭。然后第2节，咱也顺续来看。罗马书12章第2节就讲到，无得甲即世间相款，就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，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全的旨意。心灵的服侍，也是咱的标题。换句话讲，就是圣神充满的服侍。咱看大大短短保罗所分享的，所以什么叫做圣神充满？什么叫做圣神充满？好亲像毋是干那看外表对无？毋是看外表伫遐准的，也是看外表伫遐大声话。当然，咱袂当否认迄个层面，但是保罗伫遮甲咱讲，圣神充满就在伫咱基督徒要怎样来做。所以，咱就来思考，什么是咱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献家己的身躯做祭。和合本讲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到底什么？到底要怎样做？咱才是将咱的身躯献上来做祭，来献服上帝。落去遐济，咱拄仔所读的经文也是出对罗马书12章，保罗就甲咱讲，咱基督徒爱用疼心，爱温群，爱慷慨，搁爱谦卑恭敬来对待人。甚至保罗讲，对伫困着你的人，也爱好款待因，替因祈祷。对着枵的时阵，
甚至搁爱，互因会当得到饱。其实这重要性就是讲，咱无过是用家己做中心来生活，咱爱体贴着别人的需要。但是咱爱知影，保罗伫遮，伊12章第1节一开始就讲啥物？兄弟啊，兄弟啊，也是咱即马咱用迄个即马是性别平权的时代。古代讲兄弟啊，就是讲所有的基督徒啊，所以应该咱讲是兄弟姊妹啊。即个疼心的服侍，即个有圣神充满，有疼心、温群、慷慨、谦卑，搁恭敬对待人，即款的生活，即款的信仰的实践，即款疼心的服侍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毋是干那少数人，毋是干那讲，你选调即事啊，你选调长老啊，你就爱安尼做，无，保罗是讲兄弟啊，兄弟姊妹啊，伊毋是讲恁有当一个，也是做牧师人常常有时阵会哭笑不得。因为讲教会的事工的时阵，拢会安尼，牧师你做啦，有诶较安怎较搞怪，佫会笑亏讲，牧师啊，你是领薪水的咧，阮无领薪水的咧。这真正牧师人听到这有时候哭笑不得啦。因为讲对嘛，3分会对啦，但是看圣经就是毋是安尼讲哦，7分是错误，是对每一个人讲的。所以，保罗伫初代的教会上起初才会军队耶稣，也是甲耶稣同时代才会初代的基督徒。保罗所教导的是平信徒的事工，平信徒的事工就是讲实践信仰，为主做工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即份，但是即款平信徒的事工，后来煞渐渐互基督徒来袂记一代。所以伫教会历史的中间，真长的时间，教会事工渐渐互真侪基督徒误会当作是牧师、传道、长老、执事，因应该爱做的，因属伫因应该做的职责。所以教会若有无拄好，就开始啊，牧师爱负责任，然后咧长老，然后执事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因为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。这就为什么16世纪的时阵，欧洲开始有教会内面的宗教改革。马丁路德迄当阵就提出一个口号，讲万民该祭司。什么是万民该祭司？祭司是啥物？伫旧约内底，祭司就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中间有一个媒介，所以咧，百姓有需要甲祭司讲，然后互祭司就将祭物带互祭司，祭司代表以色列百姓来献祭，来求上帝帮赞，求上帝赦免，求上帝安慰，伊求上帝，互百姓有命令，通知影怎样来做。但是耶稣基督，伊为着世间人来钉十字架，互世间人伫上帝面前重新恢复，亲像亚当夏娃迄款上帝的创造，
咱拢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，咱拢是上帝所疼的，咱拢是甲上帝有直接的关系，无搁需要通过什么人。这就是万民该祭司的精神所在。所以无错，无错，咱需要祈祷的时阵，咱有需要彼此代祷，咱也需要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祈祷，互咱搁较有信心，毋望有困难。所以咱常常咱会请牧师带领兄弟姊妹，大家做伙为着一项代志来祈祷。但是这无代表讲，咱基督徒甲上帝关系中间就一定爱有一个人，甚至讲搁较明的，也无属第四代基督徒啦，第四代，但是阮家族阮妈妈迄边拢真长岁数所以阮妈妈迄边的家族第一代是160几年就信主的虽然讲敢若4代，想讲我后生即马5岁，讲互别人听，别人无相信啊。我讲我50几啊咧，我囡仔佫爱抱，爱用抱的，这是家族传统，听讲我外公结婚的时阵，伊的老爸已经90岁啊啦，这就是淡薄仔讲讲着历史，但是这讲回来就啥物？台湾教会有一句话，值得咱来反省：上帝有囝无孙，这已经第几若遍讲啊。上帝有囝无孙，啥物意思？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毋是透过咱的爸母，毋是透过咱阿祖像多多安尼讲的，毋是，咱拢有咱家己信仰建立的过程。有的人出世伫非基督徒的家庭来信主，咱一寡兄弟姊妹是出世伫基督教家庭，对细汉就会当接触到基督信仰，但是咱大家拢同款，咱拢有咱甲上帝建立信仰的过程，所以咱的信仰毋是敢若根据讲我的老爸、我的老母。我的阿公阿嬷，我的阿祖，毋是，是咱家己甲上帝信仰关系建立的过程。所以讲回来就是，即个万民该祭司的即个口号，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口号，是要提醒咱甲上帝拢有直接的关系，上帝听咱的祈祷。上帝看顾咱每一个人，所以咱对伫上帝的服侍也是同款，因为上帝听咱，因为上帝是咱的天父，所以咱领受着上帝的恩赐，咱就爱将即个恩赐好好啊来发挥。这就是万民该祭司、万民皆祭司的最重要的精神。咱甲上帝直接的关系，咱也是拢爱实践着使徒保罗所见证、所教导咱上帝的道理，就是疼心的服侍，是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。这就是为什么前10几年开始，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有引领一新培家运动。当然，咱的前任的总干事林丰仲牧师真不幸，就是伊第2任任期中间就中风，所以煞即个引领一新培家运动，煞因为安尼的变故，煞规个拢即马无阁有人去讲啊。但是咱前10几冬拢有听见即款的教导，引领伊新培家重点就是
宣告、传福音，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本身就爱做的。咱无论咱的年龄，咱是查甫查某，咱信主是长时间长也是短，无论咱是有长节无长节，其实咱拢爱参与伫教会的事工的中间，咱拢爱本身爱来传福音，尤其是咱西湖教会，咱袂当否认，咱是小型教会，咱经费有限，咱人有限，兼毋是即个一领一心陪家是搁较重要的。咱怎样伫咱的生活中间献本身诚做济？意思就是咱的生活就是咱的祭坛，咱的生活就是咱为主服侍的场所。无论是公园内底运动，也是咱工作顶面，咱甲同事大家做伙，也是咱退休伫厝内，但是咱也有朋友三吹的时阵，也是咱伫社区内底的服务，这拢是咱会当参与、会当做的个人宣告，一领一心陪家。但是咱搁较重要的，尤其咱今仔日所读第9节到第21节，使徒保罗，伊一直强调的是啥物？伊讲到行动的时阵，尤其是讲到疼的时阵，伊拢讲三疼三疼。三疼的三是啥物意思？互相啦，相就是互相的意思啦。伊强调疼，因为无错，上帝的疼，互咱组织做一伙。在过去教会常常迄言，疼互咱组织做一伙，疼是互咱大家组织成做教会，成做主内兄弟姊妹真重要的一个元素。然后即款的疼，就是疼上帝并且是搁爱彼此相疼。咱新约内底真强调了即个彼此相合，三互相，彼此互相。意思是啥物？咱基督徒讲到疼，就是彼此相疼。咱讲到鼓励，我受鼓励，我受激励，伫祈祷中间我受激励，我也爱用同款的激励的话，也是行动来彼此相鼓励。咱伫圣经内底读到上帝的话，咱知影道理，然后咧，咱就爱转换成做彼此相劝勉。这个彼此相合、彼此互相，意思就是咱的兄弟姊妹，尤其是主内兄弟姊妹，咱教会内底的兄弟，这是咱伫疼心的行动、疼的服侍中间，会当讲是上重要的服侍对象。咱若无办法彼此相疼，安尼讲去外口有搁较侪人入来，拢会走啊，拢会走啊。咱若无伫圣神内面，咱真正活出彼此相疼，真正会当拍破迄个小圈圈。若无办法，无数几个病拢有安尼提醒。就算今仔日有20-30个少年人入来咱中间，有几个会留？
有几个会老？咱若无咱对家己的兄弟姊妹做起，咱若无办法先对咱家己做起，拍破迄个小圈圈，咱人已经无济啊！咱要怎样会当亲像保罗所提醒咱的，彼此对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大声做起，会当讲到服侍，讲到教会事工，其实上重要的对象就是咱的主内兄弟姊妹，你我坐伫咱上近的做开始，咱基督徒的中间，咱要用信仰来相甲对待，咱学习圣经安尼教，安尼好，咱对安尼来做起。圣经安尼看到，咱安尼来做起。有人讲犹太人真有智慧，真侪演讲啦，真侪册拢会讲犹太人教导囝儿查某囝，哇！当然这有细汉囡仔的，有这青春期青少年的处理的，这拢爱家己反省。也是讲这个什么犹太人的经营智慧，因就搞经营企业，就搞教导囡仔。人犹太人有一个精神呢，大部分的犹太人伊看到圣经安尼讲，因就安尼做起啊。圣经讲的其实是足原则性的，咱原则拢无抓条，理由一大堆，理由一大堆，当然，咱永远拢共款，永远无办法会当真正求进步。所以咱基督徒中间，咱用信仰彼此来对待，安尼才会当互咱人甲人彼此的态度有搁较侪的谦卑，有搁较侪的尊重，并且伫众人的中间搁较重要，有搁较侪的和谐，渐渐这40-50岁以后，想到才开始领悟到一项啦拄着代志咱莫干那想伫遐辩解啦为虾米？你辩解搁较侪，相信你的人就会相信啦，袂相信你的人，你辩解10句、20句、100句，人就是故意要甲你讲你的歹话，你伫遐解说半工。结果人佫笑你这心里有鬼啦，才这样子被人一讲就这样子，那么紧张，心里有鬼啦。是讲都在辩解，那么爱辩，真正这常常咱接到早起迄个咱长辈迄个长辈图，常常拢讲到这项对无？不要遇到事情就辩解，因为面对不相信你的人，你再辩解也没用。相信你的人根本不需要你辩解。哇，我感觉这真正咱的长辈有真侪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兄姐，咱爱学习，咱爱伫信仰的中间，咱爱进步，就是伫和谐、谦卑、甲尊重的中间，才会当互咱教会持续保持活力，会当持续来成长。咱莫看咱家己是无好，其实咱拢持续去进步。只要今仔日比昨搁较进步，其实咱就有迄进步啊。咱用即款的态度，咱保持着咱的信心甲愿望。今仔日比昨搁较好，安尼就好。尤其即个，咱即个有孙啦还是讲咱平常时接触青少年有时阵咱过头迄个过头
即个基态伤大啦吼，啊其实吼想的吼，囡仔吼，少年人吼有进步就好啊啦吼，今仔日比昨更较进步，就感谢主啊吼，无变无好吼。咱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Never been better， 吼 ，Never been better， 意思是讲吼，无比即马佫较好啊啦，吼，像咱破病吼，别人来甲咱慰问，你讲无比即马佫较好啊啦，意思是啥物？虽然讲我共款身躯病痛，但是咧，我有迄愈来愈好啦，吼，免操烦的意思 ，Never been better， 吼，无比即马佫较好啊，吼，即款就是一款的愿望，因为咱知影，只要咱坚持，只要咱努力，只要咱用平静的心来面对凡事，所有的代志，其实咱今仔日拢比昨更较好，因为佫较惨的情形，咱拢面对过啊。我即马比以前佫较好啊 ，Never been better， 无比即马佫较好啊。所以咧，讲到兄弟姊妹，咱个人的团队，也是咱每一个人服侍、疼心服侍的服侍。这就是咱教会，咱西湖教会会当持续来推动。咱教会兄弟姊妹，咱彼此带导，关心咱教会的肢体。然后，咱持续家庭礼拜探访，关心兄弟姊妹教会外的生活，佮伊的家庭。然后去病院来探访住院的会友，也是会友的家属。啊，当然有时阵吼，咱即马迄个疫情了后，有时阵咱探访会较受到限制，但是咱爱找到机会，做一款操练，做一款操练，无任何一个人一出事就爱去病院啦。然后无一个人一出事就知影去病院迄探访爱注意啥物，亲像讲入去以前爱先准备好喙罨，一类的，这拢是慢慢累积经验。然后咱也鼓励咱教会兄弟姊妹来参与带导的行动，家庭礼拜探访，也是病院来关心。咱付出时间、心力、甲才能，这一切拢是为着互上帝听甲恩典来显明。搁来，咱看到的保罗所讲的疼心的服侍，到伫最后，拢爱是超越着教会的范围，甚至连咱所认为对着困着歹款待咱的人，咱拢爱来实践即个疼心的服侍。所以保罗讲到即个真极端的，困着咱、欺负咱的人，其实是提醒咱，毋是干那顾好咱家己，顾好咱所疼的人，顾好着咱讲话投机的，拄则讲到小圈圈、咱台湾人的团体拢真。会出即款问题，拢真会出即款问题，毋是，甚至咱基督徒的疼心服侍，袂当互教会的围墙来限制。所以咱爱结合咱的才能甲温素，咱也爱关心着咱的社区，甲咱社区以外有需要、有欠缺的人。可能台北市的即个文化，咱喊即个做志工的风气，较无亲像中南部，中南部教会，咱一退休拢会大家就三招去做志工。啊，伫台北发现讲这湘北咱北部的一个文化，讲到做志工，好亲像是爱有志工的那个什么认证的，这是台北的文化，但是
哦，叶牧师以前是中南部吼，大家做志工吼，迄个理办公室吼，要招人做啥物代志吼，啊，就嘛有教会兄弟走去讲，即个理长我熟悉，我就走去帮忙，吼，教会即款的社区的参与，吼，啊，当然即个南北吼，台湾的南北文化其实有差别，但是真正其实咱也会当利用机会关怀着咱的社区，也是咱社区以外有需要有欠缺的人。昨早黄丢的嘛有讲起，即马台湾所发生的大罢免、大成功，咱有无共款的看法，有无共款的意见，但是咧，咱嘛要关心一下咧，这就是为虾米保罗提起。保罗安尼勉励，爱祝福肯定咱的人，咱会对着枵的时阵，爱攻击因的需要，意思就是爱拍破教会的围墙，拍破咱个人的好恶，然后这拢是咱会当实践、疼心服侍的对象。当然，咱西湖教会咱资源真正有限。咱无充足的硬体，咱伫二楼公寓的二楼，咱的教会空间也有限，咱的人也有限，咱可能真无办法推动全教会性的教会事工，咱无办法长照事工，因为咱的硬体受到限制，政府来看也袂成。咱可能咱的迄个儿童的迄个课后辅导，真不幸，咱的立山国中是台北的明星学校。明星学校是啥物意思？大家拢嘛是第8节、第9节留校，咱哪有可能甲学校来做一个竞争？甚至学校的生教组长嘛，无拄愿意学校内底的迄所谓的需要关心的问题学生，随便互教会来关心，因为即马教育局拢有真多的迄个辅助措施，真正咱伫全教会性的社区事工有真多的限制。但是，当咱个人你我用基督徒的身份，用基督徒的信仰，咱搁较侪来投入咱的社区。其实，咱大家拢会当伫福音的工作顶面，会当互咱教会进入一个搁较快的层面，互咱教会的事工会当有搁较侪的可能性。可能咱中间有人参加一寡组织，师爷会、扶轮社，也是啥物运动的协会，加减会当分享福音，加减会当将咱的福音带入去咱的参与中间，甚至看到有需要的朋友，咱会当讲，阮教会袂歹哦，敢要来听一下？这个牧师口才无拄偌好，但是人佫笑，真有笑面，一鼓励啦，歹势。其实，咱大家若愈投入伫社区，愈投入伫关心咱的社会，咱的教会拢是会当行入去一个佫较宽阔的福音事工层面。咱教会事工的可能性也哪来哪多，所以弟兄兄弟，当咱若会当邀请人来到咱的西湖教会，咱不只是邀请因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，咱也不只是会当互咱所邀请的朋友、厝边同事、咱的亲人。会当甲上帝的关系搁较得到成长。其实咱也是邀请
别人也做伙来参与伫服务人的中间，咱来做伙实践信仰，互信仰来提升咱，甲咱四周围咱正人的性命。所以愿咱伫圣神降临节，咱搁较爱来思考使徒保罗所分享上帝的名言，就是咱爱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咱家己咱也爱劝正人来献咱家己的身躯来诚做祭。是活的，是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，这就是咱圣神的服侍，心灵的服侍，圣神充满的服侍，就是献咱本身，咱家己的身躯，用咱的行动，用咱所讲所行，来诚做芳芳的祭献给上帝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主必听堂的主上帝，阮渴慕你的圣神大大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阮重新得到快乐，互阮有愿望、有勇气来面对未来的每一天，也互阮对伫圣神有改革的动力，先对阮家己来做改变、做开始。主啊！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每一日拢活出一个新的生命。因阮知，阮是充满欠缺、充满不足的，只有我靠你，阮会当学习你的模样，来伫世间用你的圣神，成做阮向前行的动力，甲阮的智慧。阮伫生活中间，来用疼心来服侍你，主啊，恳求上帝你，互阮西欧教会会当因为你圣神的充满，互阮会当专心、专情、专意来听你，搁会当彼此相听，用彼此相听的行动，阮有搁较多的快乐。互阮四周围的人也会当白白来领受你的听。主啊，阮的教会今年已经40周年，也恳求上帝你持续来带领，互阮每一日拢通进步，也互阮兄弟姊妹每一日拢有你圣神大大的充满，互阮得到平静安稳，互阮也会当对伫生命充满愿望。主啊，愿恳求你掌管阮的生命，掌管阮的身躯，掌管阮的教会，也掌管阮所带这个美丽岛屿，你所创造的美丽岛台湾。主啊，愿咱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煞接要来恭守圣餐，咱先来吟圣诗366首，366首，咱吟第1节、第2节。
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。”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耶稣也讲，枵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做伙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说伫圣餐的话。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，既若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，有提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满满大权的主上帝，愿伫即个时刻，愿要照你的命令来摆设即个宴席，愿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，愿谦卑恳求你，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你的圣神也圣别，才会摆列伫你的面前的饼甲葡萄汁。互阮会当领受这一切，对伫神来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你的保护，阁会当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会当来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当互阮会当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愿通延光你的圣名，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服侍的长老来旁边。咱来吟366首第2节。第2节。
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洗入的，既若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长老来捧杯。主耶稣基督保护咱所有的，主耶稣基督保护咱所有的。咱做伙来吟366首的第3节。即个杯是新约，伫基督耶稣的血设立的，既若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做伙伫咧。咱做伙，搁一遍来祈祷。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、搁充满疼痛的主上帝，因为你遮尔疼阮，你互阮有份会当领受你的圣餐，互阮的灵魂。阮的性命通得到培养，搁互阮搁一遍得到提醒，互阮会当明白你听阮，你看顾阮，你也知影阮的内心对伫你的渴慕。主啊，因为阮领受着即个圣餐，愿成做你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，也愿主你互阮，愿成做你圣经耶稣伫世间的骹甲手，互阮因为有你圣神的充满，愿通伫即世间用听来服侍你。主啊！恳求上帝你，互阮赐福，亲像即个时阵共款，愿通继续甲主你有圣洁的沟通，互阮伫万项事顶面，愿拢通荣光你的圣名，也会当互主你的旨意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愿恳求你。看顾带领，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咱请即个咱的长老来收杯。
这是咱三甲内吟诗应答上例话，圣诗第374首，圣诗374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得救，什么人要去做工？田拢到时昼夜熟悉，什么人要去收冬？救主真久坐底叫你，伊报赏实在极大。啥人欢喜随时应讲，我伫遮找我找我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请坐。这是咱要来奉献，请民兵结束甲唱妹结束来施献。圣诗380首。
即时我来报告，请咱献开奏报。报告事项，本主不咧为圣灵降临节，礼拜中咱共修圣餐，共同属灵的宴食。第二，今日下晡3点，内湖长老教会要举行释教60周年的系列庆典的安慰之声新歌发表，甲诗歌观摩音乐会。地址伫康宁路1段138号2楼，咱欢迎兄弟姊妹来踊跃出席。第三，即礼拜六上午10点，要伫这边遐甲美玲姊的府上，就是伫内湖路1段737巷96号3楼的厝内，要举行家庭礼拜。要参加的兄弟姊妹，请伫当天上午10点，要踮教会门口1楼集合，用行的斗阵，用行的过去啊。第四，下主日6月15，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，请长老执事出席。第五，最近流行感冒甲新冠肺炎的疫情有过较严重起来，呼吁大家做好各年的即个防疫，也建议若有感冒的症头，也是身体抵抗力较差的兄弟姊妹外出，也是自卫时来戴喙罨。第六，礼拜五暗时早经采用美酒圣安宫，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。第七，若要安排家庭礼拜，兄弟姊妹请来甲牧师，也是甲中职讲，人来安排。第八，下主日礼拜第8经文，咱家己来看，咱若有时间的时阵，会当先来看人来有习。咱来看咱周报的倒评吼。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，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。咱美酒圣安宫的即个早经是拜五下晡7点半。插会是每一个月一遍，咱会拜六个上午10点。咱来看咱过来圣港事奉吼。咱今日的招待是宴庆节甲朱文节吼。咱插花是昨昏的插花班，清扫我本人。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，书会是杨长老，司琴是义学执事，领唱是杨长老，司弦是御用执事甲民兵执事。招待是邦西乡甲春英姐，插花是杨长老，清扫是谢宝姐。咱来看咱正评，就无正评下面的金句吼。罗马书12章2节，无得互歹较赢，着用好较赢歹。咱先用台语读2遍了，再用华语读1遍。听咱即时来读来，无得互歹较赢，着用好较赢歹；无得互歹较赢，着用好较赢歹。你不可以为恶所成，不要以善胜恶。罗马书12章21节。即时咱有哪一个愿为用拱手来互相请安？大家平安。即时咱来吟上行的诗，圣诗396首。
圣诗396首。打马散会求主赐福，互阮心中上快乐。大家结连亲爱互助，欢喜对主，跟对主脚步，跟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。请咱起立来吟，吟诗后，请牧师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，跟咱做为伫地，为即时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闭会。